啦，跟住幾點起身啊？今日11點，10點起身，4點瞓。4點瞓，唔緊要啊！你今晚都係4點瞓啊？我前日係6點瞓。好，聽翻但我琴日凌晨2點先錄完音㗎。即係一錄完就即刻要，第2日就拍噶咯。係啊，跟住我琴日錄完音，跟住衝翻屋企沖涼，full mask 嘅時候，逼自己濕晒80% 嘅相，即係今日要 po 即係頒獎禮啲相，跟住之後我先瞓，估唔到成件事咁快發生，太快啦，扯親我啊！人在壓力大嘅時候，無論肚唔肚餓。呢個係一個焦慮嘅表現，咁樣好嘛？同大家分享一下，2日前其實我係生成咁嘅。呢個造型你敢唔敢出街買嘢啊？我覺得我會有新聞咯，終於咁樣紅咗。《食覺型離開》首歌咧，佢望落啦、聽落似係一個講外表啊、審美嘅嘢，但其實佢係透過你嘅外表、你嘅審美去表達你嘅性格、自我中意點我點都得嘅呢個外表嘅嗰個 concept。去反映內心係好強大，我點都得，我經得起波瀾，我着乜都得，發生咩事都得，我撐得住。2、1，好，去下一個位。嗰度有隻生嘅曱甴。冇啊，搞掂啦。我係 All You Feel Ophelia，我嘅第一首個人派台歌。你哋由我第一日唱比賽緊嘅時候就話期待我第一首歌，期待我自己嘅歌，而家終於嚟啦！仲要個 MV 嘅造型係咁特別，你哋有冇估到呢？希望你哋會中意啦！